大家好，歡迎參到。咁今次介紹呢，就介紹牛頭角嘅車站指南，仍然係2018年9月啦。雖然過咗2025年9月啦，之前寫咗2024年7月嘅。咁呢個寫咗9，咁講出咧寫 NTK 啦。呢個就唔知咩顏色啦。一打開佢咧就車站交道圖，仍然見到條觀塘線喺度啦。之後地標有72個，之後就地標嘅位置，之後就服務時間。好啦，服務時間之後呢，就到呢個嘅車站位置圖咁樣去嘅。咁呢個就係調景嶺啦，金鐘和報啦。未來就呢個未來可能會去康城啦。呢個就未來會去中環南啦，或者係赤柱啦。咁未來呢度擴建多一個月台俾東俾南九龍線用啦，真係黃埔線啦，咁之後咧就係鐵路呢個就鐵路2.1嘅路線圖，鐵路2.0咧係未有高鐵嘅。咁呢個版本咧就係咁1號月台嘅列車咧就喺九龍灣嚟到駛入1號月台上下，然之後去觀塘，過去觀塘道嘅中間，之後2號月台啦。2號月台嗰列車就喺觀塘咁樣嘅上面嘅。呢個2號月台上下，然之後去九龍灣，咁下一集就係㗎啦。咁好啦，咁今集嘅牛頭角站補拍翻呢個車站指南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咁下集介紹九龍灣。咁原定九龍灣係今日拍攝嘅。因為星期二唔記得咗拍，所以九龍灣站延遲到星期六拍攝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